今次介紹呢個特別啲嘅 consonant，佢嘅樣咧就好似一個細雞 L 咁嘅，咁佢係 voiced 嘅，即係發音嘅時候聲帶要震。咁點解佢特別咧？係因為佢分開兩個情況嚟用咧，佢有兩個音嘅。咁首先睇下佢嗰個條脷嘅擺位啦。讀嘅時候咧，舌尖條脷捲上去，舌尖掂到上顎嘅前半橛咁樣。嗱，首先介紹第一個用法。呢一個用法咧，佢叫做 clear L。咁佢咧係喺 vowel 前邊嘅情況咧，佢就會叫做 clear 噶啦。咁俾個例子大家，如果佢後邊跟住一個咁就會讀成 l l l， 好容易讀嘅啫，就係條脷捲上去，舌尖掂到個上顎嘅前半橛，跟住發落嚟 l l。好啦，如果佢萬一後邊冇 vowel 嘅話咧，咁就呢個情況嘅用法咧就叫 dark L。咁咧佢就係前邊嗰個 vowel 或者前邊嗰個音啦，講完之後條脷即刻捲上去，舌尖掂到嗰個上顎嘅前半部，咁就會有少少叫做 U-color 語音學上邊。好啦，嗰啲名我哋唔使理啦。例如呢個例子。如果佢前邊有個跟住即刻後邊有個 dark L 咧，咁就會讀成 O O O。我再會俾多啲例子大家嘅，因為呢個可能有少少困難。好，我再為大家說明一下 dark L 同埋 clear L。咁我就揾到4 pair 例子出嚟講解嘅。咁啊，首先係呢一個啦 ，yell 呢個 L 後邊冇 vowel 係咪？所以佢係 dark L 嚟嘅。讀嘅時候咧，前邊嗰個音讀完之後即刻條脷發上去 ，yell yell。好，如果佢後邊有個 vowel 之後，咁佢會點樣讀咧？會唔會係 yellow 啊 ？yellow 唔係，因為佢而家咧就會變成一個 clear L， 就會讀成 yellow yellow yellow， 係 yellow 唔係 yellow。好啊，第二 pair。kill kill dark L。 如果係 clear L 嘅話咧，就會變成 killer killer， 就唔係 killer， 係 killer killer。 好，第三 pair dark L 嘅時候 tell tell tell， 前邊嗰個 vowel 讀完之後即刻條脷就發上去啦 tell。 咁如果加個 vowel 喺後邊，咁會點讀咧？會唔會 teller 咧？唔係，係 teller teller teller， 唔係 teller， 係 teller。 好啦，最尾呢一個例子 dark L 嘅時候 rail rail rail， 如果加咗 vowel 喺後邊會變成 railing railing railing， 就唔係 railing 啦。